大朋友同小朋友，你哋好啊！今日福音講到，耶穌臨近耶里哥嘅時候，有個盲人坐喺路邊乞食，佢聽見好多人經過，就問發生咩事。人哋同佢講耶穌經過啊，嗰個盲人就大聲叫：耶穌達味之子，求你可憐我啦！前面啲人喝止佢，叫佢唔好出聲，但佢更加大聲咁叫：達味之子，求你可憐我啦！耶穌停低，叫人帶嗰個盲人過嚟。當佢走近時，耶穌問佢：你想我為你做啲乜？佢話：主，求你俾我睇得返嘢。耶穌話：你可以睇到啦，你嘅信德救咗你。嗰刻佢即刻睇得返，跟住耶穌行，光榮天主。眾人見到都讚美天主。今日耶穌又做咗一個好感動嘅奇蹟，一個盲人雖然乜都睇唔到，但佢有信心。當耶穌經過嘅時候，佢冇放棄，反而越叫越大聲。雖然啲人叫佢收聲，但佢堅持信耶穌會聽到佢。耶穌聽到佢嘅呼求，就停低腳步。你睇下架，耶穌會因為一個人嘅真誠祈求而停低。佢問：你想我為你做啲乜？其實耶穌知佢想要咩，但佢想我哋自己開口求，因為祈禱就係關係。最後耶穌話：你嘅信德救咗你。即係話信心令人重見光明。我哋反思一下，我有冇好似呢個盲人咁喺困難入邊都堅持信天主呢？我有冇因為人哋話閒話就放棄咗祈禱？當耶穌問我：你想我為你做啲乜？我會點答呢？主耶穌，好多時我都睇唔清人生嘅方向，請你打開我心靈嘅眼睛，俾我重新見到你嘅光，幫我唔怕別人嘅眼光，勇敢去呼求你，信任你。阿們。